然后在台中还有另外一场演唱会，就是在6月25号，在台中的湖县，6月25号就是金曲奖颁奖典礼前一天哦。如果你要献花献吻的时候没有。可以那时候我会来台中，然后到湖县表演，然后那场的所有的收入也会捐给我们部落的青少年，当做我们部落的那个教育的经费。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还是想要问的，其实我有官网的，对，官网官方网站，阿密特都有了，为什么我不能？然后只要上网打苏命 SUNING， 这是我的名字，苏命。就是搜寻到我的官网部落格也可以，或者是粉丝团也可以，也可以上网去留言，有想法或者你没有想法也没关系，就留言很简单，就是苏命，加油哦！或者叶志明，加油！苏命，爱你哦！你看只有4个字，很简单嘛，不难嘛。当然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教大家讲一些简单的母语，像塞子任。塞子任就是加油的意思，塞子任，苏命塞子任，原住民塞子任，台湾塞子任，对，很好用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写广州塞子任就好，好不好？那有机会可以在空中相会，谢谢今天大家留在这边陪到这个时候，然后待会真的有签唱会吗？真的有，你有笔。然后今天有同学就买到专辑的话就送海报，真的，先买的可以考虑看看。我不知道海报够不够，对。然后是今天如果买 CD 的话就送海报，就是这么帅的，这么打版。对，就是这个版本，这个对，你可以拿回去。没有看过这么帅的传统服啊，也是你的衣服，对，看看有没有漏点就，看短裙到底有多短，好吧？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